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今天带外婆去体检，我已经1个月没有见她了，十分的想念。老婆，我新疆的视频哪样看叫？看惯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可是说我的还不像。还不像。来套公个椅子，我过2年不能啊，今朝分到过来。营区这个把椅子，本来我椅子也没。那我都没，你不是有做椅子的啦？飞机上倒不过去呀，才够1米才。你这个还是3个饭到，营区的那个把椅子还拆开来。哎，我的对，但我就说我年了。你再晚上吃了讲？现在我现在根本你吃饭，我要吃着玩。这个事情真的只有长大了才知道。有时候想去看长辈，但是真的是没有时间，身不由己。就像去新疆演出，我何尝不想把外婆带在身边，但是外婆年纪太大了，实在是没办法去。来踏踏河雷，这把来噻，请上车。现在停个车真不容易啊！体检的里面不让停，只能停到马路边上，只能靠边开个双跳。狮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。对，老年人体检。我不到哪样来过？来过几个？上趟还到几个？像。这一间里是非常常规的，测体重、测血压，还有一些听力、视力测试。外婆毕竟80多了，来体检必须要陪一陪。每个项目都有10几个人排队。施测今天来太早了，我忘记告诉大家，现在只有早上的7点10分。这体检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人，结果工作人员跟我说，年纪大的人都喜欢赶早，有些早上6点钟就来排队了。他说，如果你们9点钟之后再来体检，这里人都没有。排队了40分钟，外婆赶去上个厕所。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体检。队伍一直排不到头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插队，1个人可以插3个人。老姐姐先来排队，3个妹妹家里赶过来，一起插到我前面。无奈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抽个血，排了快1个小时。外婆已经站不动了，我代为排队，等这个 B 超。毕竟刚刚抽了4管血，中午要请她好好吃一顿，补一补。最后一个项目了，不容易啊，不过还有很多人。终于体检结束了，给外婆去拿一份早餐，送的。现在早上9点，果然没人排队了。体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，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很好，给老年人免费体检，关心老年人。不然像我外婆这样老伴已经不在的老人，她1个人住，估计永远都不会想到去体检。所以呀，我们要坚定的爱国，有国才有家。